啦。第七密度 Ra 就形容呢一個宇宙嘅門檻同埋一個回歸嘅源頭。第七密度係最後一個密度，亦都係回到一個無限造物者嘅大門啊！呢度發生咗一個最根本嘅轉變，就係個人身份完全嘅溶解啊！Ra一針見血咁講啊，喺第七密度，自我觀照嘅創造者再次縮完為原一，準備進入第八密度。即係咩意思呢？所有個體身份呢都消失晒啦，再冇我呢一個出現，所以再冇呢個複合體嘅意思啦，已經變成咗一個萬有、一個原一嘅意思。而且咧，呢個完全一體啊，呢個 One 變成咗一個完全一體嘅達成啊！你同宇宙萬物所有嘅靈魂、所有嘅維度，再冇任何分離，係變成咗一嘅狀態啦。而時間啊同埋空間嘅概念係徹底地消失啦，過去、現在、未來變成咗一個永恆嘅而家，即係呢一刻啦。咁啊，當聽到呢一度嘅時候，就問 Ra 佢話吓，如果我哋再冇咗自我，咁咪即係失去咗我哋自己咁樣。咁 Ra 就特別強調啦，呢一個呢唔係損失嚟嘅，而係最大嘅獲得。佢話啦，你唔會實際上失去任何嘅嘢啊，相反你係獲得到所有嘅嘢，達到完全嘅一體性啊。喺第七密度嗰度，你嘅